4个有。那6欲天呢？我们就讲天道最低啊是天王天，然后第2个忉利天就是呢33天啦，33天叫忉利天，再上去啊夜摩天，再上去多帅天，再上去呢乐变化天，再上去啊他化自在天，6欲天6个。我们了解说，他化自在天最高。那摩须所罗，摩须所罗天啊，就是魔王波旬，他住的就是他化自在天管辖。所以我们在凡尘啊，很容易着魔，因为他住在那么殊胜的6欲天，那个上悬的那个所在，然后我们底下很容易就着魔了。你看我们凡尘啊，很快啊都着魔。尤其啊，我们现在科技发达，那个智慧型的手机，真的是发达的进步啊非常快，都让你都你光要学会应用啊，就要很有智慧了，所以啊我们都很愿意啊当模主模属，因为你用了很少说你能够当家做主，都被那个智慧型手机啊扭转过来，变成变成他当主人啊，你被他利用，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管什么现象之下，我们佛性就是主人，一定呢要主人当家，那所有的一切都是要给用，我们要当家，不能啊把它扭转过来，我们变成奴隶了，早跟他奴仔，还懂一定要知道，凡尘啊所有一切，一定呢我们佛性当家，佛性当家，我们记得我们就佛，那所以没有成佛，是被我们自己之见这个陷害，我们的知见不正确啦。只要是知见正确走入佛知佛见，都成佛啦，一定都成佛。所以啊，我们在凡尘很多呢不正确的念头啊，一定要去掉，负面的都不要去接受，所以啊，我们了解因为啊种种的恶缘，所以啊五官不全，然后在25有里面啊，受之这个果报，就呢受苦都免不了，那我们人道里面啊有4大部洲，各位都知道吗？4大部洲，东胜神州、西鹤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所以到说北俱泸州的人寿命平均是1000岁，那我们这个南赡部洲我们人民最夭寿了，不满100岁啦，你在东胜神州它还有500岁，西牛贺州还有250，就只有我们最少，然后在北俱泸州啊有1000岁，这个是十以人道，加起来6天跟4大部洲就10个，然后再来呢就是阿修罗，阿修罗道啊，它就是这个好战斗，在每一个里面有，不管是天道人道，不管是在畜生道、第1道、2个道，全部都有阿修罗。然后我们都把阿修罗道列入三善道，可是佛在讲经说法都把阿修罗道列入2道，所以就变成4、2趣，4个2道，就是畜生道、1道、2鬼道跟阿修罗道。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稍微要有那个印象，知道说佛讲阿修罗是类入恶道，我们凡人人在讲阿修罗是类入善道，好的，这个呢加起来在欲界就有14个。色界的话呢，色界是我们修到以后有成就，初禅就已经离开欲界了，初禅，然后那个在印度的修道他们就追求大梵天，他说大梵天就是人类的祖先所以他们追求大梵天，一路内入有那个色界的有初禅、大梵天、二三禅、四禅，这个都是我们人修到4禅的时候不用呼吸，不用吃饭，那个已经到4禅，然后再上去就是五境居天，就是已经成就阿罗汉，他不愿意再往前往菩萨的道走，所以他就停留在五境居天，然后一个无想天，就有7个，色有7个，然后无色界空无边处天，然后四无边处天，无所有天，非想非想处天有4个，就加起来总共25有，都有因有果了，所以我们超出3界，已经呢回归到本位，我们的本际，所以这个都是因为贪嗔痴覆积，覆盖我们的心，不知佛性，所以各位浅显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已经很超越了。我们看这个佛所讲的那在25有受持果，他们不知道呢这个佛性，不认识如来微密的宝藏。那我们就是要认识如来微密的宝藏，微密秘密那个宝藏了很多的宝，所以只要我们认识我们佛性本体，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宝都拿出来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因为在凡尘会很多这个我们谈话这5、4、3啦，一米啦，就是很多一些安尼有无的个个的代志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有几千年的道行来危害人间，然后被他这个控制了以后就逃不了。我讲你家己救家己啦，因为他朝拜的那个对象错误了，讲拜大蟒蛇我们那个护法里面的那个最后一个那个大蟒蛇，它有8000年的道行啦。我讲你都要家己才有法度救你家己啦。你伫咱安尼整个我们台湾你到哪个寺庙、哪个地方去找，没有人有办法帮助你，就只有你自己啦。他才8000年而已你都几10000年了你的道行干嘛比较少？较济啦，你都要家己救你家己啦。伊安尼一下个咱台湾全省一下个找看倒位较牛伊就去找就去拜托，拢无人有法度。唯有你才有办法救你自己。所以
我们知道说凡尘事很多都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佛性有不可思议凡尘的怪事也都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以不变来应万变，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它不会变，来应护所有凡尘的万事万物会变的这一些它只要危害到我们佛性一定要先笃定对自己的佛性要有信心，这样的话你才有办法救你自己那个别人没办法了一定自己唯一的就是要专一，你专一了不管对方再怎么强，他都攻打不进来你专一了。各位姐姐，我们可不可以攻打虚空？可不可以？咱那个虚空相拍好不好？好不好？无人拍赢伊啦，对不对？伊点点底下你看安那舞伊都拢无影响，这样了解吗？我们的佛性本体就是整个虚空你要跟虚空要来对待他都没办法了那个虚空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佛性本体一定胜利的。可是佛性它不会跟人家搏斗了，伊都点点的伊点点你都无斗这样了解吗？你越有作为你就受伤害越大了你拢卖有所作为，只要你专一，你专一了就好你亿万年的功力来对付，绝对胜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如来微密的宝藏咱有遐安尼真宝贵的物件这个微密宝藏我们知道，然后修学无我虽说有我，亦复不知我是真性所以我们修学无我我们是了解到有形有相的我都短暂迄拢真的啦，念在落去所以或许都讲在100年以后，我们没有人在了。100年以后，咱谁搁伫咧？讲活到100几岁无去即马拢几60岁即马若40，搁100年104岁，咱搁伫咧无？无伫咧啦，去倒位咱去倒位有准备要去倒位无？唔知影要去倒位唔知影，所以宁可生前黄死路，莫待死时后悔迟咱就爱在生时阵预防咱已经死要行的路唔通听一口气伫咧喘袂起来我无路通行要安那袂赴所以爱去笃定我们要了解到，当我们了解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已经呢在形而上的道，那个时候你就笃定了啦，你就唔惊讲后日一口气无来无路，不会。所以你现在一定要看形而上谓之道。你知影讲后日我要倒就会很笃定的。在生的时候你很笃定死的时候当然没问题我知道我要去哪里知道所以我们这个以往都一直在研究一个皇帝不是在讲嘛有没有？各位会不会讲得出来？
都忘了哦。记得都没有人记得哦，无猜咱遮济人，凊彩嘛有一个记得。这个还留着哦，卖讲哦，开咱的开去修。我们去想那个一个皇帝啊，就讲说我生唔知为倒来，我死唔知要为倒去，我即摆才捌尔转眼朦胧，又过袂去啊，有没有？对了，稍微知影就好，莫讲完全了解。比较会留在心上，完全了解无呀，就忘了，所以啊，这个呢，跟我在跟那个舍利佛对谈的那个是有点相关啦。说我们来的时候，生的时候从哪里来，然后我们死的时候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很少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都没有研究了，所以都不知道，不知道说到底我们呢生哪里来，然后死呢又到哪里去？好像啊有一段呢，那个跟舍利佛在谈，说有1000年的暗示啊，那个暗示已经有1000年，他不愿意啊，就是迁走了，没安。就好了，那个舍利佛导师没有智慧，他说不行，只要光明来，他不走不行，还是要走。然后佛又接着问他一句：那他去哪里？1000年暗示啊，被光明打败了他已经走开了，那他去哪里？各位先生，那个1000年的暗去哪里？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在生活之中都有白天黑夜啦。当现在白天的时候黑夜已经迁走了啦。当晚上的时候白天都迁走了，他们迁去哪里？很有意思结果没来也没去啦。就像个广清老和尚领悟啦，无来啊无去，无代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光明的时候你是咱这拢是暗时的时阵咱是我那伫这暗的内底当呢这个整个变化的时候它2个呢都重叠。像呢我们研究那个六传经那个神会就是小孩子就会修好了，然后去见六祖。六祖说这个远来艰辛讲你这样来真艰苦神会竟然耍小聪明。就问这个六祖说伊咧坐禅有看到佛性无啦？然后六祖听他这样问就拿那个拐杖去打那个神会他说我打你是痛不痛？你管我看不看见佛性我现在是最切实的让你的身体感受痛不痛？他说你问我见不见看不看到佛性是2边
啊，我打你痛不痛哦？是生灭了。啊，你假如说也看见也不看见，也痛也不痛，那你就是凡夫了。那我们修道者啊，就是要进入中道。所以啊，我们从六祖教那个神会里面的这个道理呀，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真的就在中道。这个见看见了，谁看见？说我们佛性嘛，对不对？谁不看见？也是佛性嘛。所以见不见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追的是佛性本体，是不是在中间？见也是佛性发挥，见也是佛性发挥，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两边，在佛性本体，有没有？这样就了解说六祖在教神会，在改稿，讲你见不见是两边，现在我们在中道，见也是佛性不见是佛性，所以我们已经在中道，没有两边。然后痛谁痛？得你的佛性知影咧痛谁不痛？也是佛性你看嘛，是不是痛不痛那个生灭，生灭全部都是在佛性所以痛不痛，佛性的功能作用。你在佛性本体它痛不痛都从佛性本体生发。你能够抓住本体，那个生灭的让它功能作用自然去发挥。只要你已经在中道，有没有？所以六祖教那个神会就是要他了解说你走路功能作用它就有两边啦。走路功能作用就有生灭了。你在本体之中没有没有两边，也没有生灭。所以领悟这样叫领悟了。各位领悟了没？简单对不？对本来就很简单，只要肯用心的话，都不困难了。刚好一点关，功夫唔得三次对刚好或者把整个都解开以后，你讲有影简单，无困难拢简单。可是不要讲解的话，你光看文字请问什么时候领悟？爱啦、A 啦，等一句等一段时间就会领悟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认识如来密的宝藏，然后修学无我，不要再生我努力啦，就是在没有身体的我，那个宝藏来底努力，旧个拢甲摕出来用各位会把如来宝藏拿出来用，会不会？就是没有形象的你看当我们生发解决问题的智慧，那个时候智慧没有形象，没有形象那个是不是微密宝藏？那个就是如来微密宝藏，然后我们都可以用只要我们肯努力。那么虽说有我亦复不知我之真性我们凡人虽然说有啦有我啦有我唔知影讲我迄个真相我的那个真性所在。若尽烦恼，乃得正知如来秘藏。假如说我们烦恼都尽了都没有烦恼，各位浅显，现在还有没有烦恼？生活之中有没有烦恼？从哪里来？佛性不行
没有相，怎么会生烦恼呢？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太聪明了啦。我们本来佛性啊都没有烦恼，可是啊，我们都生出很多烦恼。这个呢，就是要了解到，是我们住相，住在形象，烦恼才产生。假如说我们都不住相，烦恼呢就没有。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尽了没有了，若尽烦恼，已经没有烦恼，乃得正知啊，如来秘密的宝藏，如来秘密的那个藏宝，所以啊，烦恼都没有了，了解到说，这个烦恼啊，是我们住相以后才产生的。只要形象我们都不住了，烦恼就没有。所以当我烦恼的时候啊，我们要追根究底，我这个烦恼从哪里来？它追到根底的时候啊，原来都被形象引诱。形象不要了，烦恼就没有。所以啊，只要我们都不住相，烦恼就没有。烦恼没有呢，就正知。就是已经修正知道我们如来的秘密宝藏。所以啊，我们要自己努力的。阿佛讲比喻的，如雪山呢有一味药，名字叫做乐味，很快乐的味道。那么其味啊，其香甜，凡人呢福薄不能得，我们凡人的福啊不够，得不到呢这个乐味。那么复有这个圣王吃现于世啊，以福因缘即得是药真正之味。所以有那个圣王出现在凡尘。各位贤贤，圣王是谁？圣王是谁？对了，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啦。佛性本体就是圣王。然后圣王出来，这个圣王的时候，他就能够呢，福因缘，因为我们那个佛性啊，有亿万年之中他的福啊非常大，以福的因缘啊，即得啊，那个解山的乐味，那个真正之味。那无明众生为之烦恼丛林守护，我们无明，我们众生呢都无明，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众生无明可以说都已经呢蛮这个跟得很紧啦，无明跟着我们众生啊跟得很紧。当我们这个不很清醒的时候啊，无明跟了。那因为我们无明跟着，烦恼啊，就在无明之中。无明就是烦恼，烦恼就是无明。这个烦恼丛林，更不是迄树啊，不是长命啦，是安尼不然这个百千这个树木固然安尼百丈1000丈的这丛林这烦恼有够多啦，甲咱覆盖，甲咱砍条条，不能得见如来秘密上真之味。所以我们就是要真正的得到我们这个形而上未知道得到，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就是如来秘密宝藏上真之味。
那么佛性啊，雄猛，难可毁坏。我们的佛性啊，非常的雄猛，不可能说把它呢，毁坏掉，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啊，这个是形容啊，它没有形象啊，你怎么样去毁坏也毁坏不了它。是故啊，无有能杀害者，没有人能够杀害我们佛性啊。我们的身体现象可以被人杀害，可是啊，佛性没有人能够杀害。若有杀者啊，则断佛性。假如说无头改来，安尼的佛性断掉了，如是佛性啊，终不可断。结果我们的佛性啊，因为无形无相，所以啊，没办法去把它斩断。性若可断啊，无有是处。我们的佛性，假如说可以斩断的话，那无一地丢了，是绝对没办法的事。那么如我性者啊，即是如来秘密之常。如是密常，一切无能毁坏烧灭，虽不可坏啊，然不可见。虽然讲无法度甲破坏，但是嫌看嘛无法度看到。若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来证之啊，以是因缘无能杀者。假如能够成就无上的正等正觉，那个呢，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而乃正知，就可以啊，证悟之道。以是因缘，无能杀者，就是没有可以杀这个佛性者。那底下呢，迦叶听佛这样说呢，就问，迦叶白佛言：若无杀者，应当无有不善之业。这个问的角度啊，完全跟佛的讲的完全都不同。一共假如说没有人可以杀佛性啊，这个佛性应当没有不善之业啦。这个逻辑呀，那个迦叶的逻辑有一点不很顺畅，说没有办法去杀害佛性，那佛性应该呀没有不善之业，各位知道这个关键吗？知不知道？迦叶这样问因为迦叶往后要接第一代方祖师啦，所以他一定呢虽然问题不是很正的逻辑，可是呢他要问了以后啊，假如说有那个弟子啊问起这方面啊，他才会回答。所以就讲说，既然没有办法杀害佛性，那佛性应该呢都没有那个不善，就是恶业啦，应当都不会做坏。这我们假如说有完成的这个事情啊，一个很乖巧的孩子，对不对？应该他不会做坏，对不对？可是他长大了以后，他连续杀了很多人，起来吗？我们跟一个很乖的孩子啊，连在后面啊，杀很多人，连得起来吗？是不是逻辑不通？对不对？他有没有这一种事？所以这个呢，就可以啊，我们呢从社会现实啊来回答迦叶所问的问题。他的问题啊，说我们佛性啊都不可能去把它杀害，那应该不会有坏事啊，这是想得美了。想象的啦，用想象的，讲伊应该就是拢爱好啦。这个应该拢爱好各位先生，
固不固定？哦，真的是不固定。所以我们要了解在这个法里面啊，无定法，没有一定啊。串迄个上乖的囡仔迄拢做一寡上歹的代志，歹啊囝拢咧饲白啦，有没有？这个小时候那个孩子真的很坏好的乖子拢做歹事。你看到年岁大了以后，迄乖囝拢走啊无歹人，迄歹囝拢饲大人，有没有？就是这一种现象很多啦，所以我们要了